接住落嚟為你播出嘅係由天寶旅遊冠名贊助嘅晚間粵語新聞。亞省前省長雷福德今日宣布正式辭去保守黨省議員職務。世衛組織表示，西非4國嘅伊波拉疫情繼續蔓延，死亡人數增加至最少932人。各位觀眾晚安，歡迎收睇8月6號星期3嘅晚間新聞。我係劉嘉欣，新聞嘅詳細內容。安省賓頓市市長芬內爾同佢嘅職員被指曾經超過200次違反開支條例，包括不恰當向市府申報豪華酒店房間住宿，以至用智能手機下載智商測驗軟件嘅開支。加拿大德勤公司喺經過4個月嘅調查之後，發表審計報告，確定芬內爾同佢嘅職員喺7年間有合共131500蚊市府仲未作出補償嘅不恰當開支。另外有155900蚊嘅開支可能違反市府嘅規例。審計報告同時發現，賓頓市嘅市議員有42900蚊不恰當開支。報告認為，芬內爾用佢嘅職員協助籌辦一個年度晚宴同高爾夫球活動係冇犯錯，指出芬內爾職員嘅參與屬於輕微，而2項活動都係喺非工作時間舉行。報告又發現，芬內爾到中國、印度同菲律賓進行商貿之旅，乘坐商務客位，以及喺07年、08年同09年到美國佛羅里達州支持同邁阿密灘締結姊妹城市協議涉及嘅開支，冇違反市府規例。芬內爾喺尋晚發出嘅聲明中話，接受報告嘅大部分內容，又話會喺今日作出更多回應。喺日前因為涉嫌進行間諜活動而被中方扣押嘅一對本國夫婦，目前仍然無法聯絡家人。佢哋嘅仔喺接受傳媒訪問時就話，對於中方對自己嘅父母指控，佢感到沮喪同困惑。根據中方提供嘅最新消息，目前被扣押嘅本國公民加拉特夫婦身體狀況良好，而一個本國外交官員亦都獲准每日同加拉特夫婦通話半個鐘頭。據兩人講，佢哋目前被安排住喺一個招待所，人身安全冇受到威脅，不過就對目前所面臨嘅境況感到煩惱。海文加拉特同太太朱麗亞加拉特過去30年一直生活喺中國，近幾年搬到去中國同北韓嘅邊界城市丹東，仲開咗一間咖啡店。根據佢哋個仔所講，兩人喺星期一晚突然被扣押，原因係兩人涉嫌盜取中國軍事及國防科研機密。而就喺事發之後冇幾耐，本國亦都證實有中國國家贊助嘅黑客組織入侵本國研究委員會嘅電腦系統。對此，中國對事件予以否認。亞省前省長雷福德今日宣布正式辭去保守黨省議員一職。而喺聽日，亞省總審計總長就會公布一份特別任務報告，報告內容會專門針對雷福德喺在任亞省省長時涉嫌以權謀私、善用省府專機等問題。喺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亞省前保守黨省長雷福德嘅旅行開支醜聞之後，各界要求佢辭職嘅呼聲不斷。雷福德涉嫌喺擔任省長期間，利用職權私用省府專機，並篡改乘客名單，令佢可以同個女同埋朋友單獨坐飛機。仲有消息指，雷福德曾經花費45000蚊前往南非參加前總統曼德拉嘅喪禮。以亞省自由黨為代表嘅反對黨派，仲要求皇家騎警介入調查雷福德嘅財政醜聞。根據最新消息，亞省省長漢考克亦都喺今日發表聲明，要求皇家騎警進行調查。喺自卡加里傳媒嘅聲明當中，雷福德話將要開啟人生嘅新篇章。另外，雷福德仲承認以往曾經犯過一啲錯誤，但係佢就冇講明係乜嘢嘅錯誤。雷福德喺2011年10月份當選成為亞省省長，今年3月由於爆出財政醜聞而辭職。本國提出更多針對部分俄羅斯人、烏克蘭團體以及個別人士嘅經濟制裁同埋旅遊禁令措施。
新措施針對19名俄羅斯人同烏克蘭人實施經濟制裁及旅遊禁令，以及向22個俄羅斯及烏克蘭嘅團體同埋經濟機構實施經濟制裁。總理哈柏話：本國以及全世界都嚴重關切俄羅斯非法佔領克里米亞半島，以及喺烏克蘭東部進行具挑釁性嘅軍事活動。佢話：本國已經準備好喺俄羅斯總統普京嘅政府繼續軍事擴張時採取進一步行動。卑詩省昆士內地區喺4號凌晨發生礦場污水泄漏事件，造成附近水源嚴重污染。鑑於情況緊急，當地政府宣布相關地區進入緊急狀態。卡里布區域管理局表示，發生泄漏嘅污水儲水池決堤，造成接近1500萬立方米嘅污水流入附近水域，導致相關水域嘅水位上升高達1.5米。發生污水泄漏事故礦場嘅所屬公司帝國金屬公司今日對傳媒話，污水泄漏嘅情況到今日上午仲未完全解決。佢代表公司就事件發出道歉。工程人員已經連夜趕工，希望可以盡快修復沖冧咗嘅堤壩。而當局亦都喺尋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礦場附近居民同埋遊客暫時淨係可以飲用同使用樽裝水，禁止直接使用湖水，亦都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而家先休息一陣，稍後翻嚟會有國際方面嘅消息。天寶旅遊提供專業旅遊服務，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喺北美同中國共有12個分社，地面接待能力強大完善，致力發展網上旅遊消費，足不出戶完成機票同旅遊團預訂，保證你自由出行，網絡空間風采無限。天寶旅遊讓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呢啲不知名嘅植物根莖榨出嚟嘅汁液，就係廣東傳統工藝香雲紗嘅染色劑。因為我係對植物染呢個比較有興趣，經過2年時間嚟研究。佢到珠三角嘅河灘，選取鐵含量最豐富嘅河泥，將佢塗喺布匹上邊。我哋生嘅冬瓜攞嚟榨汁食咧，同樣都有一定嘅藥用價值喎，而且呢個仲要係古方嚟嘅，可以消熱症兼口渴嘅。群眾喺墨玉縣嘅普克克奇鄉一處玉米地發現暴徒蹤跡，公安民警同3萬幾名群眾合力圍捕暴徒，將佢哋逼至一間廢棄民房。暴徒向民警同群眾投擲爆炸裝置，民警果斷處置，擊斃暴徒9人，斬獲1人。記者使用航拍設備拍攝，畫面可見爆炸廠房嘅屋頂被掀開咗2/3以上，場面震撼。事發後，傷者分別被安排喺昆山、蘇州、無錫、上海、南通等地醫院救治。把握大多地區都市脈搏，捕捉華人交熱人物。亞省小英風演藝團由團長鄧惠美小姐領隊，一行59人，專程由亞省愛明頓市到訪多倫多。多彩貴州民族民間手工藝品展於2014年7月19日在加拿大尼亞加拉瀑布 Pitt Victory 酒莊開幕。大多古市下午來拜拜，與您相約。各位觀眾晚安，繼續係新聞時間。國際方面嘅消息，世界衛生組織表示，西非4國嘅伊波拉疫情繼續蔓延，死亡人數增加至最少932人。尼日利亞再有1人染病死亡，係拉各斯1名護士。另外，再有5宗確診個案正接受隔離，佢哋都曾經接觸上個月因為感染病毒喺拉各斯死亡嘅利比里亞財政顧問索耶。沙特阿拉伯懷疑染病嘅男人喺吉達嘅醫院留醫期間死亡。呢個男人早前由塞拉利昂返國，出現病毒性出血熱症狀，衛生部門正測試佢嘅血液樣本。今日係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69週年，當地早上舉行悼念活動。喺當地時間早上8點15分，即係美軍69年前投下原子彈一刻，廣島和平公園嘅民眾低頭默哀，悼念喺廣島原爆事件中喪生嘅10幾萬民眾。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亦都有出席儀式，
佢喺發表講話時提到，日本係世上唯一受過原子彈炮轟嘅國家，日本有責任帶動各國廢除核武，推動和平。1945年8月6號，美軍喺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係史上首次有國家喺戰爭中使用原子彈。3日之後，美軍再喺長崎投下另一枚原子彈，兩次原爆造成超過20萬人死亡。日本喺同年8月15號宣布無條件投降，長崎市3日後亦都會舉行原爆紀念活動。澳洲柏斯一個男人唔小心跌落地鐵列車同月台之間嘅空隙被困，最後由幾十名乘客合力救出。閉路電視影到當時呢個男人正準備進入其中一個車廂，但係左腳唔小心跌落列車同月台之間5厘米闊嘅空隙。由月台職員試圖扶起佢，但係唔成功。之後就揾嚟大批乘客協助，合力推開列車，成功救出呢個男人，相信佢冇受傷。美國紐約時代廣場有2架觀光巴士相撞，最少14人受傷，其中3人傷勢嚴重。2架巴士相撞之後，其中一架鏟上行人路，撞到交通燈柱，車頭嚴重損毀，擋風玻璃亦都碎裂。大批消防及救護人員接報趕到現場，將傷者送院。事發喺紐約時代廣場一個路口，當時街上有大批遊客。目擊者表示聽到一聲巨響，見到2架觀光巴士頭尾相撞，巴士上8名乘客同多名途人受傷。警方正調查事故原因。美國紐約時報報導，有俄羅斯黑客盜取超過10億個使用者名稱同密碼。報導指，一間美國嘅網上保安公司發現12億個使用者名稱同埋密碼被黑客盜取，涉及42萬個網站。另外有5億個電郵地址亦都被盜取，但係就冇透露受影響網站嘅名單。而被盜取嘅資料主要用於發放廣告。報導又指，受影響嘅網站有可能會再俾人入侵，企業應該經常更改密碼。歐洲太空總署喺10年前發射嘅衛星探測器羅塞塔號成功進入環繞目標衛星嘅軌道，標誌住探測計劃進入新階段。經過超過60億公里、長達10年嘅航程，羅塞塔號終於抵達位於火星同木星軌道之間嘅衛星67P100公里外，並成功進入環繞衛星嘅軌道。未來1年會跟隨衛星飛向太陽方向，標誌住歐洲太空總署嘅衛星探測計劃進入關鍵階段。按照計劃，羅塞塔號喺11月會派出登陸器喺衛星表面着陸，成為人類首個登陸衛星嘅儀器。科學家希望透過登陸衛星計劃，進一步了解太陽系同地球起源。羅塞塔同佢嘅登陸器會一直傳送數據返去地球，直至能源耗盡為止。